伫个南西区这边遮60岁的人口占600几人，所以它的降没到30%。医生的话，我们这边今年区长有申请一台中巴，在每个礼拜二还是礼拜一会送他们过去啊。现在已经好像听说都满载哈。他发现我们的厨房很简陋，之前的厨房还会漏雨，有一个构想，想说要帮安溪关怀据点来盖一个厨房，但是后来他又想要扩大到7个里，所以才有中央厨房这样一个构想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德政。我们是希望能在以后争取到一个中央厨房，帮助老人家能够有一个用餐的空间，包括提供他们，因为年轻人出外自己都要去煮食的不方便，甚至帮一些独居老人提供这一项的服务。这一项工作在市长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也已经在今年度来发包来兴建。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市南西区四面环山，是典型的农业区，盛产水果，像是杨桃、梅枣、芒果等，种类繁多，质量丰富，可说是百果之区。南西区人口稀少，而且每4人中就有1位是年长者，更有1/3的人口为农民。为了落实偏乡照顾，台南市政府与区公所合力完善各项建设，不论是产业道路、公共工程或是年长者照护，都是希望将南西区打造为共好共老的友善社区。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长怎么说吧。我们感谢区公所的同仁区长也很努力。大家一起把这个区政做好。那最重要的是南山区就是路要平，不要老是做一个台风过后就路就坎坷不平。那我们就把路做平。那所以是每年农路的经费都在增加，为的是给农民一个好的通行环境，不要很多物产在运输的过程中都震坏了都摔坏。另外一个就是不要淹水我们努力做到这个目标，跟中央跟地方争取。第3个社会福利做好，像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共餐的服务，这个也是一个社会福利。我们将来还会再做好这个我刚刚看到的这个中央厨房。那公所有做了整个计划，那我们会跟水资局争取经费，市府的经费，加上慈善社会福利团体的经费，大家一起做，把这个共餐中央厨房做好。希望年长者，尤其是很多独居的人，他们没有这个年轻朋友的照顾所以说他们更需要社会的关系跟关注，这点我们会努力在做。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在10天后，全国运动会将再次由台南市主办，市长委托30号上午甲教育部体育署长进行签约，嘛正式宣告台南市112年的主办权。市长表示，希望结合府城的美食甲观光特色，举办一场完全无同的全运会。台南市曾经伫民国96年举办全国运动会，到现在已经14天。为了确保112年全国运动会伫台南举办的品质，市长王委托上午嘛甲教育部体育署长张少熙举行正式的签约。在台南掌声喝彩！台南市已经很久没有办全国运动会了。自从我小时候，不是小时候，自从还没有当市长的时候，就已经，我记得之前好像陈唐山那时候台南县办完，再来就是这个许天才市长的时候办过一次，那算了算也应该10几20年了这个时间，我觉得办活动、办全国运是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就是把这个体育水准能够向上提升。我对于这个城市啊，其实运动是可以让一个城市感觉到非常更骄傲。然后趁这个办全国运动会的时候，顺便把这个市容也整修一下。我觉得这个对于台南是会非常大的一个协助跟帮助，对于整个居民我们整个市民的骄傲程度那会提升更大的一个成绩。那全国运动会是我们台湾最高竞技水准的综合性赛会，所以能够在台南举办我们第一个我们也非常放心，第二个我们在其他方面我们尽量看看怎么样来协助台南把这样一个运动会能够办好，让我们的运动员有这个展现的舞台。上午的签约仪式包括地位的议员、中央民意代表的秘书、台南市体育总会甲各机关学校的校长拢到场小听。为了确保全国运动会举办的品质，市府对2天前来盘点全市各运动场馆。目前规划43个赛场，有38个伫咧台南市，预计将投入修缮的经费超过1亿7千万。市长望，希望借由全国运动会的胜势，会用带动台南市民的运动提升。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迎接母亲节，台南市会推出台南友爱一起共享的系列活动，对第一批的东雕艺术展来拍头阵，以及30号暗时有精彩开幕时尚秀，欢迎市民踊跃前往欣赏。5月是温馨的季节，伫咧台南市议会1楼大厅，目前正展出王昭婉加何文静翁仔某的雕塑艺术展，总共有32件作品，有田园的景致、动物加人物的雕塑，每一件充满亲情加母爱。户外还有2件大型的雕塑品，其中小小牧童是铜雕的原模，背后还有一段感人的故事。王才旺老师呢，他夫妇在国内非常有名气，他们是属于国家级的艺术家，他的艺术品呢不必经过审查，就可以直接认定为艺术品。那这件呢，非常的值得有看头。这是上影集团的王董事长呢，伊细汉就无看到因兄哥，因兄哥就去用来做群牛，细汉就看牛，饲牛、饲草，叫人忝就趴伫这牛的顶原咧休困。那这件作品呢，非常的有感情，而且呢能够回想到那时候年代咱的生活足困苦，就互伊感觉讲伊爱读册，较有成就。伊爱努力打拼，较会当出人头地，所以伊就今仔有成就了。回想到伊永远无法当见到的兄哥，想起着这个作品，伊细汉看牛，忝的时候饲牛的背顶，这作品非常的棒。这件作品是那个我们上影科技左董事长捐赠给6家国小，这件算是原模，那个铜雕已经放置在6家国小了，这原模我就可以将它带出来，做展出。左董就是因为他事业有成，所以要回馈母校，所以就叫我来为他们创作一件，就是那个时候小时候，他大哥那个时候就去当长工，去看牛那个情景，累了就趴在那个水牛上面睡着了，那个情景就说要捐一件给6家国小他的母校，还有就是这样子。里长郭信良表示，王昭婉加何文静翁仔某2位是台南杰出的雕塑艺术家。王老师的作品曾经连续得到地方美展的桂花奖的肯定，并且列入永久不免审查的艺术家。伫咧劳动节连假，台南市议会对30号暗时连续3天，还有一连串的系列活动。30号的开幕式有昆山科技大学的时尚秀，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前往参加。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为了帮助学生提升英语能力，嘛透过辩论的过程来学习建立家己的观点，进一步培养媒体素养。中嘉大成集团甲学术交流基金会共同伫高中开设英语辩论微课程，互参与学生收获满满。They still can identify with that, right?
台北的高中生以流畅的英语分组进行英语辩论，外籍老师在台下仔细聆听，指导同学们的辩论技巧。这项英语论述与辩论的微课程是由中嘉达盛集团牵线，并赞助学术交流基金会在高中开设的英语辩论微课程。学术交流基金会指出，期望借此提升高中学子的英语表达能力，并学习民主价值的逻辑思维。我们在2018年起开始规划了富尔布莱特英语辩论计划，希望透过推广台湾的英语辩论教育，强化参者之表达能力，期待学生透过课程不仅学到英语辩论技巧，更培养具备媒体素养的世界公民。透过辩论知识的学习与一次又一次的实战演练，同学们除了提升英语表达能力，也将分辨统整资料的能力内化为时下必须具备的媒体识读的素养。21世纪民主社会的现代公民，我们应该都面临2个非常大的一个课题，也是一个挑战。第一个就是资讯的处理，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大量的资讯不断的涌入我们生活当中。好，那怎么样去处理它？怎么样去辨识它？分辨真伪？好，这是第一个课题。第2个课题，也就是在面对争议的时候，好，我们怎么样去看双方的论点？那怎么样去判读它？然后怎么样去分析判断之后，形成我们自己的论点，然后同时能够辩护我们自己的立场。好，那我想这2个课题跟挑战，在学习辩论上面都可以就是有很长足的收获。在这个辩论课程，它主要是在学，应该是比较像美国式的辩论的一些课程。然后在我原本的那个辩论比赛是比较台湾的，所以我觉得借由这次的微课程，然后学到中西双方对于同一件事情，然后一些民主制度不同的理解。但是我们在教课的时候也有教到说，就是要怎么采集对我们有利的证据，像是我们要去看看那个作者，就是那个证据的作者，他的本人的可信度。我们这个课程主要是教我们一些在英语上面的论述，还有一些辩论的一些能力嘛。那么当然是因为辩论上面有很多资料的来源，那么当然关于这些资料来源，我们也要有一个可以辨认它是否是真实，是否是造假的这些能力，我们可以去了解。致力推广台湾英语辩论教育的学术交流基金会，很高兴与中嘉达盛集团有这次的合作机会，让高中学子们能学习到英语的重要技能，有助于2030双语国家目标，更培养出具备媒体素养的世界公民。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1923年，当时日本皇太子曾经来台南，也就是现在知识馆伫生活馆食过一顿宴席。现在经营酒店都重现100年前的菜单，推出14道国宴料理。未来也准备规划皇太子台南之旅，由专业的导览出来游客跟对当时皇太子行过路。现场展示的这几道菜，拢是日本女人皇太子1923年来到台湾查访时所食的料理。当然，依照文献资料，只有菜名加简单的小介，并无多说，所以饭店完全用想的变出来。全设有14道菜，加上皇太子上爱八宝饭、总铺师拢有全新的创意。饭店表示，即摆因甲知识馆伫生活馆合作，就是要互民众来台南除了小食，更有机会食到昭和天皇所食的国宴。其实我们做这样的事情是赚不了什么钱，可是我们是想要把文化发扬光大，因为觉得来台南市玩，不要都是永远停留在就是夜市啊、小吃啊，那其实还有不同的料理。那虽然当初皇太子在用台湾料理，他是在台北的玉博所，就是现在的台北宾馆。可是我们在台南这个玉博所是当初仅存下来，皇太子那个玉博所的南部就是这边，北部就是台北宾馆。那我们可以想象，在这样的一个氛围来用皇太子宴的话，我觉得那个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对了，饭店会当还原当时日本皇太子所食的料理，将文化资产用于一般民众的生活，甚至以后更有机会模仿当时食食的器具、清茶，回忆迄款历史记忆，确实是难得的体验。我们很开心有找到了在食的部分，我们找到1923年4月的时候，那当时的裕仁皇太子在4月23号吃了，也就他来台湾12天当中唯一吃的一餐的台湾料理，就是今天金银酒店帮助我们让它还原重现的一个料理。所以今天我们很开心的是，金银酒店愿意来帮助我们，来把这样的一个历史记忆重新再还原。图书馆伫生活馆甲饭店双方伫29号下晡正式签约。根据了解，该国宴一推出，饭店已经收到15组的预订，引起济注目。确实想要知影皇太子来台湾食啥，全息每一人爱5800块起跳，提供予消费者参考。台湾新闻管制何强芳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转来新闻现场。台南一年一度嘛是2021年为一场大型的妇幼甲宠物用品展，30号伫南芳世贸中心热烈登场。主办单位表示，今年疫情明显控制，所以对报名参加活动的人数甲第一天的预估，应该有加了50成的人潮甲消费力。已经伫台南举办过8档的妇幼用品展，每一档拢吸引济爸母来交关，不只有超价介绍会当捡便宜。会场也有真侪活动会当参加，阁有抽奖的好康。30号第一天开幕，人潮就强滚。根据主办单位表示，去年受疫情影响，延期举办，业绩大受影响。但今年对参与报名甲第一天现场人潮，已经有加50成的商机甲消费力。去年因为疫情影响，台湾整个国内的展，不管是哪一个产业，其实状况都不好。那妇婴用品展去年在台南这边举办的情况，当然也是不太理想。但是今年我们从预估到场预约的人数来看，起码比去年多了5成以上。那今天现场，我们依据我们过往的经验，比过往第一天开展的人还要多，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厂商都还蛮乐观呐，能够比去年有增加5成以上的业绩。会场另外一个宠物用品展览的焦点，就是狗仔趣味闯关比赛。这宠物主人拢早着心爱狗仔，希望拼好成绩，场面相当温馨热烈。就还没有参加过宠物展。对，然后想说今天休假就带他来这样子，对，很有趣。宠物用品展除了狗仔，主办单位嘛规划有苏卡达等6具的交流展示，其中就有一只爱16万块的品种，都是推出趣味的竞速比赛，甲民众同乐。大家表示，饲6具不管是野生还是人工成功繁殖的，拢需要证书，市场嘛愈来愈多元化。每一种陆龟饲养方式都有差，像我们现在现场最多就是苏卡达跟豹龟啊，这种就是比较属于干养的。这些陆龟一般以前都是觉得它是一个不好养的东西，老实讲很好养啊，现在很多人都当宠物在养。所有宠物用品展的活动，主办单位表示拢是免费报名，而且网络报名以后完成报到，也有机会抽国内上大饲料进口商所准备免费食1档饲料的抽奖，欢迎民众把时间到5月3号为止。台南新闻管制何强邦采访报道。
大天之后，真侪民众拢会选择清凉消暑、加当运动的水上活动来休闲娱乐。或者伫安平、渔光岛正流行各种的冲泳，除了欣赏海上的美景，嘛有教下来训练，互你有机会展现冲泳的技术，成为海边啊上引人注目的焦点。沙板、风帆、冲浪板，现在来到渔光岛海边啊。定定会当看到有不少冲浪高手伫海上展现各种冲浪的技巧，充满力量的姿势，引人注目。伫国外已经流行侪档的冲浪运动，大概是伫咧2006年引进到台湾。其中的划桨板项目，大概是伫咧2015年开始流行。因为入门较简单，现在嘛吸引愈来愈多冲浪初学者前来学习。以前有学过这个运动？没有。那怎么会说想要来学这个运动？我看到网络上很多人在玩，就是 SUP 还蛮红的这样。感觉很帅这样。对啊，因为平常冲浪好像看起来很难，这感觉看起来很难。2009年就开始有人在玩 SUP 这项项目，然后大概就是从2015、16开始，慢慢越来越多人在推广这项运动这样。冲浪教练太极表示，南部甲东部的海泳比较起来，算是较软、较温和，相当适合冲浪的初学者。台南这边蛮适合初学冲浪运动的，因为它的浪不会到太大，而且以西部跟东部比起来的话，西部的浪会比较缓和，比较软，我们会讲说比较软因为它力量没那么大，因为东边是太平洋，太平洋的力量比较大，它西半边它浪很大的时候，只有台风的时候浪会比较大，其他的时间其实浪都会比较力量不会那么大。初学的部分其实也不会到太难，因为如果环境选好选对了，那初学就比较容易操作，对，就不用去太在意说有浪太大或是风太大的部分，就可以很专心的去划桨。夏天到啊，伫海上如果会当展现冲浪技巧，想当然一定会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民众现在不妨前来渔光岛、月牙湾，欣赏这冲浪高手的海上英姿。国脑联合活动，欢迎大家来参加。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好，谢谢。新闻最后赶快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这分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22度到28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非常感谢收看4月30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咱再会。